天蠍座新月，看清真實的面貌，混亂中蛻變重生。逆行嘅水星從遠方折返回到天蠍座之時，月亮亦緩緩走進太陽嘅光芒裡，為宇宙帶來一輪充滿轉化力量嘅新月，將我哋拉到嗰個不敢觸碰、想要逃避嘅內在世界，讓我們透過從那禁忌嘅領域獲得覺醒。新月圖上，四星正聚集在天蠍座嘅位置，加上天王星嘅強行參與，形成了強大嘅穿透力，迫使我哋去捨棄虛偽，去面對真實嗰啲唔想被觸及嘅安全區，嗰啲不想受驚動嘅人事物，嗰啲被封存嘅記憶，就如潘朵拉嘅盒子般咚一聲被打開。呢段時期我哋會變得特別敏感，特別在意別人是否真心，特別在意心裏長久覺得不對勁嘅失衡。新月一方面令我洞察地一啲深藏嘅問題，卻同時映照出我哋內在嘅潛藏一面。你一直以來掛着好人嘅面具蒙混過去嗎？你有借用別人嘅想法與行為來掩飾自己嘅慾望心嗎？你企圖找着某根救命草去守護自己嘅安全感，而佔用着別人付出嘅情感嗎？如果本命盤或流年受是次新月所觸及，咁你將會透過某些人某些事嘅衝擊，釋放出潛意識嘅恐懼、罪疚、慾望、羞愧、悔恨等你一直想要迴避嘅情緒，發挖出自己不為人知，甚至不為自己所知嘅面貌。我們會因此而懂得去劃清界線，懂得去顯露壓抑已久嘅心聲，令嗰啲你根本無法承受嘅連結逐漸地瓦解。只有當你願意脫去一層一層嘅陳舊外殼，先可以鬆開嗰啲限制同抑壓靈魂嘅束縛，喺無限輪迴中突破出嶄新嘅自我。